盤市場轉旺，發展商趁勢推盤。永泰地產0369及萬科香港發展的沙田住宅項目命名為 Uni Residence， 涉及240伙，實用面由286至636平方尺，戶型涵蓋開放式至4房，主打一房戶，另設特色戶。項目關鍵日期為2026年9月30日，已獲批預售樓花同意書，短期內公布樓書，本月推盤。永泰地產發展執行董事兼銷售及市務總監鍾志霖表示，項目已獲批預售樓花同意書，將於短期內上載樓書，預計5月內推出應市。項目設2伙示範單位，項目主打一房佔全盤60%，定價參考同區樓盤，包括大圍柏傲莊近期二手成交尺價約2萬元。項目目標客群為分支家庭及投資者。目前息口下調，無需看得太淡。後市方面，鍾志霖表示目前息口下調，3至4月最動盪時間已經過去，認為無需看得太淡，表示香港經濟、治安、人口分布等都仍然有自己的強項。被問及會否擔心需要蝕賣，鍾志霖稱需視乎市況，難以一概而論。萬科香港董事總經理周銘希表示，項目基座2粒特花紋設計，靈感來自單車部件。地皮中標價7.8638億，每尺地價8802元。翻查資料，永泰地產0369與萬科的合夥財團於2022年9月份以7.8638億元中標上述項目所在地皮。以項目最高住宅樓面約89341平方尺計算，每尺樓面地價約8802元。項目由永泰、萬科各佔一半權益。原文網址：永泰、萬科沙田新盤命名 Uni Residence， 全盤240伙，最細286尺，香港01 https://www.hk01.com/article/60236551 question mark UTM_source=sign 01 article copy &sign UTM_medium=referral